张鹏鹏，你过来。干嘛？你想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！齐胜啊，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。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，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！你们几个，你那边是！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，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谁更能得上天垂怜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哎，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鹏鹏，鹏鹏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 IQ。啊，鹏鹏，张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呢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割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哼，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摔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。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启上，
你父皇于昨晚走了，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一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儿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们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差遣。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